如果你恰好背負着房貸，或者你的手裏還捏着機子捨不得拋售的科技股，接下來的這幾十分鐘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財富的認知。你以為這只是日本一國的事情嗎？錯，這區區1%的自身變動，不僅是華盛頓向亞洲下達的一道冷酷的金融通牒，更是吹響了全球幾萬億以前大撤退的防空警報。一場針對全亞洲中產階級的精準收割已經拉開帷幕。今天我們要扒開那些宏大如是的底褲，看看在這場大國博弈的修羅場裏，誰在吃肉，誰在買單。而另外又該如何在即將到來的海嘯中保住最後一條命？對於早已習慣了美聯儲長期盤踞在5%以上高息週期的全球普通人來說，這區區1%的絕對值似乎微弱得連水花都摘不出來。但是如果你能聽懂資本運轉的暗語，如果你曾著試過那些在暗網上瘋狂流竄的資金代碼，你就會明白，對於這個背負着全球主要發達國家中最高債務槓桿，總債務超過國內生產總值260%，這構築了整整30年超低流動性溫室的東亞社會而言，這1%的指針變動，無異於在全球幾萬億跨境套利資本的地基之下，引爆了一場歷史9級的金融大地震。它不僅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日本作為亞洲絕對經濟領頭羊的舊時代的徹底終結，它更像是一聲淒厲的防空警報，意味着全球巨那以前瘋狂出逃的大幕已經拉開，無數個精心粉飾的跨境資本盤即將連環爆雷。如果你恰好身處在那些正在歡呼承接了產業轉移，自以為即將迎來黃金10年的亞洲熱門地區，比如台灣、東南亞乃至印度，你必須在此刻立刻清醒過來。你一定要明白這個殘酷的真相：你當下所享受到的所有紅利、暴增的出口訂單與翻倍的薪酬，本質上並不是因為你們的核心競爭力發生了質的飛躍，而僅僅是由於中美大國地緣對抗而向外溢出的一重臨時性的風險日價。這重日價就像是海市蜃樓，當資本的潮水退去，留下的只有滿地狼藉。時間撥回僅僅半個月前，2026年6月1日，日經225平均指數在跨國套利資本與全球人工智能算力狂潮的合力托舉下，勢如破竹地創下了66934點的人類歷史最高紀錄。到當天全球主流財經媒體頭版頭條裏，這是一個令人血脈臂張的宏大復甦故事。西方的金融困客們在香檳與聚光燈下高呼：日本已經徹底走出了失去的30年。正憑這在先進半導體供應鏈和人工智能基礎設施中的核心刻薄之身為，重新加冕為亞洲最具統治力的資本帝國。但是在人類長低數百年的金融操盤史上，有一個極其血腥卻從未失靈的底層規律：任何脫離了本土微觀實體經濟的新之實質增長，完全依靠外部高壓力差與國際地緣政治外包催生出來的資產狂歡，在期底最絢爛頂峰的那一刻，往往也意味着終於收割底層的絞刑架已經踏遍完畢。就在全市場還在為66934點的繁榮與揮耳目眩神迷，散戶們還在排隊加槓桿買入日本股票指數基金時，日本央行的核心權力機構正在華盛頓的無形施壓下，悄悄改寫一張維持了整30年的底牌。為什麼日本30年來最大規模的緊縮加息會選擇在此時此刻以如此暴力的姿態突然降臨？在這場涉及全球財富洋流改道、每日金融暗戰的沙盤推演中，究竟是誰在承受大國的致命高壓？而當收割的鐮刀無情揮下，為什麼在這場宏大的財富洗牌中，最先破產粉身碎骨的永遠是那些一生懸命毫無防備的普通人？長期以來，在中文互聯網的財經自媒體和全球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裏，一直供奉着一個堪稱完美的邏輯閉環：因為日本在90年代初房地產與股市泡沫破裂，陷入了失去的30年和結構性通縮，所以日本央行不得不長期維持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以此來刺激本土的實體經濟，拯救水深火熱的國民消費。近年來，
很合情合理對嗎？但在真正的宏觀之本頂級操盤手眼中，這是一個極其精緻且被刻意編織的偽命題。在華爾街高聳入雲的玻璃幕牆內，它有一個非常高雅且隱蔽的專業術語，叫做日元利差交易。讓我們徹底揭開經濟學教科書的溫情面紗，看看這台抽水機的齒輪究竟是如何咬合的。日本央行通過人為的近乎扭曲的行政干預，將國內的資金成本死死壓制在0%，甚至是負數。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日本普通百姓存在銀行裏的錢，那些依靠每天加班到深夜、忍受極端職場壓榨、投資生命健康換來的超過1100萬億日元的居民儲蓄存款，在長達30年的時間跨度裏，不僅拿不到哪怕一丁點的利息回報，還要被迫敞開胸膛，承受本幣實際購買力被溫水煮青、窩色的無聲蠶食。然而，正是這無數日本普通人沒有利息的龐大儲蓄，成為了全球資本饕鐵生意的終極買單者。跨國投行、華爾街的量化對沖基金，以及那些體量龐大到不可名狀的國際主權資本，憑藉着自身龐大的資產信用，拿到了這場零成本遊戲最核心的入場券。他們可以極其輕易地操作這樣一個流程：第一步，以接近0%的成本，從日本的商業銀行系統裏像擰開自家水龍頭一樣借出海量的日元。第二步，他們1秒鐘都不會把這些錢投資給日本的本土企業，而是轉手就在國際外匯市場上將這些日元大舉拋售，兌換成流動性極強的美元。第三步，這股天量的美元狂潮衝入美國股市，推高了科技巨頭的萬億市值，或者衝入美國國債市場，賺取高達4%到5%的無風險利息。這中間的利差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暴利。這種操作在巔峰期抽走了高達3到4萬億美元規模的日元流動性，這筆錢成為了維持美國政府天量發債與赤字循環最肥沃也最廉價的現貨血庫。如果我們將全球經濟比作一片深海，那要日本根本不是什麼正在療傷的孤島，而是一具龐大的深海鯨落。華爾街的資本巨鱷們如同食腐的猛蟎，將口氣死死吸附在日本社會的動脈上，吸食了整整30年。而這場史詩級龐氏騙局能夠平穩運轉30年的核心前提極其殘酷，那就是日本本土必須保持絕對的失落、絕對的低慾望以及絕對的零利率。只要日本國內經濟不復甦，只要日本國內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標的，這台抽水機就能永無止境地運轉下去。這並非無從自然演化的經濟週期，而是被地緣政治限死的宿命。早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中，日本的金融主權就已經被實質性閹割。當美國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徹底摧毀了日本的出口競爭力後，日本被迫用國內的房地產泡沫來掩蓋經濟裂痕。而當泡沫在1990年破裂，隨之而來的便是漫長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到了1999年，時任日本央行行長速水又正式開啟零利率政策時，潘多拉的魔盒就已徹底打開，日本正式淪為西方資本的流動性奴隸。財富在這條看不見的隱蔽傳送帶上，完成了慘烈的兩極分化與跨國轉移。在南北的這一面，日本的本土中小企業因為長期拿不到資本的本土投資，導致技術研發迭代停滯，不得不退守低利潤的傳統領域。日本的普通打工人承受了整整30年不漲的固定工資，而日元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持續貶值，更是讓這個國家的整體購買力在不知不覺中退，回到了上個世紀。曾經可以在全世界買下地標建築的日本遊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連去夏威夷度假都覺得物價高昂的拮據家庭。而在南北的那一面，日經平均指數之所以能夠在2026年6月1日衝上66934點，根本不是因為日本的實體經濟迎來了真正的涅槃，而是因為當日元對美元回落徹底崩潰到1比160的歷史冰點時，全球熱錢手裏拿着升值後的美元，
瘋狂衝入東京。他們把那些海外利潤佔比極高，實際上早就和日本本土社會脫節的買版型跨國企業的股票炒到了一個虛幻天際。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資本幻覺。既然這是一個讓全球資本都極度享受的終極血包，那為什麼在2026年6月，日本央行卻要為背外資的意願，甚至不惜親手刺破股市泡沫，強行拉高利率，給這個遊戲踩下急剎車呢？這就引出了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深層地緣政治內幕。宏大瑞士的輝煌，往往是用底層個體的骨血熬製的。當幻覺的泡沫被吹到最大時，就是持刀者開始清點製品數量的時刻。要搞懂這場暴力加息嘅真正邏輯，我們必須把視線從東京的證券交易所轉移到華盛頓的閉門會議室。各位鬧你，隱藏咗一個連日本首相都不敢公開提及的政治禁忌。在官方的對外口徑中，日本央行給出的加息理由冠冕堂皇。由於中東地緣局勢持續緊張，導致國際大宗商品與原油價格飆升。日本4月份剔除政府能源補貼後的實際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經低到了 2.8%， 企業物價指數更是大幅上漲了 6.3%。為了防止惡性通膨風險，央行必須履行加息職責。但在嚴謹的宏觀分析面前，這個標準答案簡直漏洞百出。在過去30年裏，日本經歷過無數次比現在更加嚴重的輸入型通脹，比如2008年次貸危機前夕的全球石油價格飆升，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40。但無論是當年的白川方明，還是後來的黑田東彥，歷任日本央行掌舵人無一例外選擇了裝死躺平，他們處可稀釋居民購買力，處可讓底層百姓吃不起昂貴的進口牛肉，也絕不加息，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加息，龐大的政府債務就會瞬間崩盤。那要這次之所以選擇以近乎自殘的姿態進行暴力加息，其底層最真實也最不可告人的導火索究竟是什麼？答案很簡單，日本為了拯救自己不能崩潰的回廊，不小心動了美國的絕對底線。2026年4月，日元對美元匯率徹底失去了彈性，在國際投行的瘋狂做空下，一度擊穿了1:160的心理防線，直接向1:160.5的歷史冰點自由落體。這不僅僅是金融屏幕上數字的跳動，對於一個能源、礦產和糧食自給率極低的島國而言，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甚至不足38%，日元淪為廢紙，意味着國內的基本物價即將面臨全面的生理性失控。進口的天然氣、小麥、大豆價格將以日元計價翻倍上漲，這將直接引發社會底層的動盪。為了保住基本盤不至於原地解體，日本財務省在極其短促的時間窗口內，集下了整整117300億日元的驚天巨資，在外匯市場上大舉買入日元，賣出美元，進行極限的匯率干預。117300億日元折合下來，大約是750億美元的現金。但是請注意，日本的國庫裏並沒有憑空變出魔法美元。為了在短時間內籌集到這筆龐大的美元現貨用來砸盤，日本財務省和央行聯合做出了一件讓華盛頓金融高層極度震怒的舉動。他們在國際債券市場上開始不計成本地大舉減持並拋售其儲備的美國國債。要知道，日本是美國國債在全球最大的海外持有國。在2026年，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已經逼近驚人的35萬億美元，龐大的債務雪球讓美國財政部每年僅僅支付利息就需要消耗超過1萬億美元。在這從美債流動性全靠盟友強行托底的生死關頭，美國國債市場極其脆弱，任何大型主權國家的大規模拋售都可能引發連環踩踏，導致美債收益率失控飆升，進而引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危機和企業債務危機。
美國財政部的潛台詞是，如果日本想要穩住日元的匯率，就絕對不能再碰美國國債這個逆鱗。你們必須依靠自身的國內政策工具，也就是通過提高日本國內的基準利率、收緊銀根、用強行提高到1%的本土代價，來從根本上縮小美日利差，以此來阻斷資金的外流。穩住匯率，這就是日本央行在2026年6月面臨的真正生死局。不加息，繼續拋售美債苟延殘喘嗎？那將徹底得罪華盛頓，引來政治和地緣上的全面清算。日本的政客們承擔不起築牢主子的代價。如果不拋美債，繼續死守日元零利率呢，匯率就會向1比170，甚至1比200的無底深淵墜落。惡性輸入性通脹會徹底壓垮國內的底層實體經濟，引發全面的社會潰敗。在這個極端高壓、左右為難的關口，74歲的日本央行閒長直田和男特法干龍總住院。這絕非單純的生理巧合，而是一個長期處於大國博弈絞肉機中的宏觀政治棋子。在極度焦慮下面向生理性崩潰的必然結果，他無法面對這份必須簽署的投名狀。而剛剛出院的副閒長內田真一，在接過指揮棒的第一時間，就必須拋棄所有經濟學常識，冷酷地去履行這份來自華盛頓的最後通牒。這1%的加息根本不是日本經濟強盛到可以主動輸出資本的勳章，而是這個長期充當血庫的附屬帝國，在大國夾擊之下，被迫揮刀自斷機密的屈服投名狀。他向全世界宣告了日本金融主權的徹底喪失，也拉開了國內殘酷收割的序幕。在看清了加息背後的地緣政治因後，我們就能理解日本央行這次決議中最核心也最荒謬的一個操作細節。這場延續了30年的全球最大金融騙局，即便走到了收尾階段，操盤手們依然在試圖利用制度規則，完成最後一次對國內平民極其殘酷的財富轉移。根據流出的日本央行內部核心協調方案，央行領導曾在強推基準利率低到1%的同時，竟然並列通過了另外一個極其詭異的配套條款，關於每季度縮減國債購買力的措施，計劃在2027年4月以後徹底停止縮減，並且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央行將繼續維持每月21,000億日元的速度，在公開市場上買入日本國債。這在傳統宏觀經濟學中，簡直是精神分裂級別的操作。加息是為了抽緊銀根，提高資金成本，減少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總量，以此來壓制通貨膨脹。如果日本央行真的想抗擊國內飆升的物價，它就必須同步實施量化緊縮，徹底關掉印鈔機，向市場賣出資產，負債表裏的國債，回籠資金。但是內田真一和日本的精英官僚們根本沒有這個膽量去關掉印鈔機。為什麼？因為日本政府的債務結構是一個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260%，總額高低1300萬億日元的龐然大物。這是人類和平時期前所未見的債務怪獸。政府將發不出公務員的工資，發不出國民的養老金，整個國家機器將瞬間停轉。所以，為了保住政府不破產，日本央行的精英們想出了這個陰毒的兩面派陽謀。他們在台前高就要宣布加息到1%，向全球媒體和華盛頓交差，宣稱自己在努力壓制國內已經飆升到6.3%的企業物價，保衛普通人的口袋。但是在幕後，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央行底層資產負債表上，他們必須每個月繼續開動印鈔機，憑空製造出21,000億日元的廉價紙幣，去強行買下那些在市場上根本沒有任何正常金融機構願意持有的舊國債。於是，一個完美的雙向收割陷阱就這樣在普通人的頭頂上形成了。這一種收割是房貸利息的精準掠奪，加息到1%產生的龐大資金成本，日本政府拒絕承擔，
那要這筆巨額的利息代價由誰來背？答案是全部通過商業銀行系統。原封不動甚至加倍地轉嫁到了日本本土的實體企業和普通嘅他人身上。這裏有一個被全日本社會集體無視的致命數據。目前全日本的存量住宅購房貸款中有超過 75% 的絕對比例。採取的是極其易減的浮動利率。過去30年，由於日本一直維持零利率，日本的銀行為購房者提供了表面上看起來非常誘人的超低浮動利率。很多人滿懷希望地簽下了長達35年的還款契約，天真地以為零利率會成為日本社會永久的常態。假設一個普通的東京白領家庭為了在城市紮根，在幾年前向銀行申請了8000萬日元的浮動利率購房貸款，當時的實際供房利率僅為 0.4% 左右。當6月16日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強行拉升到 1% 時，引發了銀行監察者利率的連鎖反應。第二重收割，則是通脹印鈔的隱性抽血。後台每月21000億持續不斷的超額印鈔買債，就像一個無形的財富蒸發器，繼續在暗中瘋狂稀釋着日本本幣的真實購買力。這導致日本普通人存在銀行裡的錢越來越不值錢，國內的實際物價在中東局勢和日元貶值的推波助瀾下，永遠維持在高位。你去一趟超市就會發現，蔬菜、肉類、食用油的價格依然在悄無聲息地上漲。這就是這場持續了30年，最終走向收尾的金融騙局最不忍直視的真相。跨國巨頭可以通過 6.3% 的企業成本轉嫁給最終商品來保住利潤。外資可以在日經指數66934點的高位拋售股票，換成美元麼揾市場。銀行可以通過提高貸款利率所得收益，確保自己不虧損。只有普通人沒有任何手段去轉嫁自己的成本。他們在繁榮期被虛幻的數字高位和零未來的甜頭誘騙進場，接盤了天價的房地產資產泡沫，卻在風暴來臨的時刻迎來了暴力的加息重錘。這哪裡是什麼加息調控？這是一座在絢爛煙花掩護下徹夜光明的屠宰場。每一筆從普通家庭榨取的房貸利息，都在悄然填補着宏觀政府債務的無底洞。大富和高階層流動性從來不會在空氣中憑空消失。現代金融學的鐵律告訴我們，當資本從一個被榨乾的舊魚腹中無情切齒時，它只會遵循地緣政治劇本的指引，空中流向下一個被指定的接棒者。隨着日本這場第30年的廉價資金派對宣告終結，數萬億的熱錢如同被驚動的大洋洋流，開始在亞洲版圖上瘋狂尋找新的宿主。當我們把視線拉升至全亞洲的宏觀維度，你會看到一幅波瀾壯闊卻充滿血腥味的供應鏈重組群像圖。在這個大洗牌的過程中，繁榮與失落不過是寫在華爾街和白宮沙盤上的一連串冷酷代碼。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承接核心權力紅利與最高風險的，是手握全球算力安全命脈的台灣。在過去的20年裡，台灣可以說是完美接棒了上世紀80年代全盛期日本最核心的科技皇冠，也就是先進製程半導體的絕對壟斷地位。當全球的科技巨頭在股市上狂飆，當人工智能的敘事席捲全球時，其背後真正支撐者，一切運轉的物理心臟和晶圓代工流水線，依然牢牢鎖在台灣新竹和台中的科學園區裡。地緣政治的巨大日界，讓台北的金融帳本堆滿了天文數字的海外訂單和外資熱錢，創造了島內工程師階層和高科技從業者資產的史詩級爆發。新竹的房價甚至超越了部分發達國家的首都核心區，但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極端昂貴的價格。在西方陣營所主導的有礙外包強制指令下，
台灣最核心的技術資產正在被以風險化的名義無情肢解。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荒漠、德國的德累斯頓，甚至日本的熊本，台灣被迫向這些地方進行結構性的資金、設備與頂尖人才的強制輸出。不僅如此，島內高度集中的高耗能產業正在讓電力和水資源系統瀕臨崩潰的邊緣。接棒了這項科技皇冠，也就等於接棒了處於大國博弈最前沿，隨時可能被風暴掀翻的終極生存焦慮。這從被動催熟的繁榮，猶如在火山口上建立的黃金屋，隨時可能在一次地遠風暴中灰飛煙滅。第二個在這場財富大洗牌中撈到了大量真金白銀紅利的，是以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為代表的正在經歷黃金10年的東南亞陣營。當年日本在20世紀70、80年代依靠硬匣模式統治全亞洲中下游製造的黃金時代，正在以一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速度向南洋地區傾瀉。在越南北處和北江那望不到盡頭的龐大工業園區裡，成千上萬拿着微薄計時工資的年輕勞動力，在12小時的殘酷輪班制裡組裝出全新款的全球科技產品。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全球接近13%的半導體封裝測試業務在這裡日夜運轉。在印尼的紅土礦區，傳統汽車巨頭和全球電池大鱷在資源民族主義的庇護下，連夜蓋起了高密的綠色能源冶煉項。東盟各國極其聰明地採取了多邊下着、絕不選邊的外交手段，在冷戰大潮的縫隙裡撈到了產業轉移的第一波暴利。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指出，這從繁榮陷入了深度的附加值陷阱。東南亞承接地絕大多數依然是流水線上的低端體力勞動和組裝環節，核心的零部件、高精密設備依然高度依賴東亞的發達經濟體。這意味着他們賺取的僅僅是微薄的加工費，利潤的大頭依然被跨國資本牢牢捏在手裡。這是一場透支一代人青春的低端盛宴。一旦當地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或者大國關係的冷暖發生變化，這些外資工還可以毫不猶豫地拔營起債，將流水線搬遷到更便宜的地方。第三個高調宣稱要徹底取代日本，取代所有傳統製造中心的承接者，則是印度。在華爾街投行精心編織的營銷幻燈片裡，印度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年輕人口紅利，簡直是承接亞洲下一波國運的唯一完美載體。印度政府利用激進的生產掛鈎嘅嚟計劃，強行用關稅和補貼大棒，把蘋果等跨國巨頭的龐大產能拉到了泰米爾納德般的流水線上。大量的國際熱錢衝入孟買的金融中心，推高了印度的股市。但是我們要看到，印度作為接棒者，其底層存在着致命的系統性軟肋。缺乏基礎教育的龐大勞動力、極度落後的基礎設施、錯綜複雜的邦級法律，以及對外資極其不友好的政策環境，決定了他在這場財富洗牌中，真像是一個被國際熱錢強行催肥的買辦工具和外資殺豬盤。從跨國代工漢遭遇的暴力打砸事件，到國際科技企業面臨的動輒數億美元的天價稅務罰款，印度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外資在這裏賺到的錢很難真正安穩地帶走。流入印度的資本在享受了短期的市場紅利後，隨時面臨被連根拔起、強制收割的風險。這就是亞洲財富大洗牌最真實的宏觀全景。日本在用30年的史詩及加息和底層的無聲窒息，為這場供應鏈重組貢獻着最後的財富血庫。台灣在風暴萬的高壓中，緊繃神經揮舞着龜盾走鋼絲。東南亞在光明的流水線上，極其廉價地出賣着一代人的青春和自然資源，而印度則在國際資本吹起的巨大泡沫裡高調自嗨。大國的總指揮棒揮舞之下，它則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夠獨善其身。當我們聊透了這場面延數萬公里的財富洋流變遷與大國博弈內幕後，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令人戰慄的歷史真相。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國運的改道和資本的收割從來都不會提前向任何一個普通人打招呼，而宏觀國家層面的高光與突圍，往往需要底層個體用去做我一生的尊嚴去充當最終的燃料。
當主流媒體還在為你吹噓股市衝上歷史高點、高科技人工智能時代全面來臨時，他們絕對不會告訴你，東京的中產正在因為1%的微小利息而面臨房貸斷供的絕境，甚至走向家庭破裂。他們不會告訴你，全日本企業物價暴漲的背後是一場毫無底線的輸入性洗劫。他們更不會告訴你，時代的每一粒沙落在普通人頭上，都是一座難以逾越的生存大山。但要作為被動過協在這場歷史洪流之中的普通人，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自處？如何在揮舞的年度保住我們家庭的底線，不成為宏大敘事下的犧牲品？首先，我們必須徹底丟掉對宏大敘事的盲目崇拜，不要再為那些跟你毫無關係的股市指數、大國崛起而自嗨。如果你所在地區的經濟指標不能轉化為本土絕大多數底層勞動力的薪資實質性增長，不能轉化為完善的法治保障和社會福利，那它對於你們來說就僅僅是一場跨國資本和買板階層的數字分贓盛宴。在這個階段，你必須死守住你的核心現金資產，看清你手裏本幣的真實購買力，絕對不要在資本處於歷史高位時去盲目接盤任何被炒作出來的資產泡沫，無論是虛高的科技概念股，還是需要掏空6個錢包才能勉強上車的核心居房產。其次，清醒認知地緣風險日界的周期性危險。如果你恰好身處在那些正在承接產業轉移、迎來所謂黃金10年的熱門地區，一定要明白，你眼前的紅米是別人對抗產生的副作用，是一種臨時性的補償，絕不是永恆的經濟規律。你必須利用這個極其難得的歷史性窗口期，把外部溢出的財富紅利迅速轉化為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邊界，或者配置具有極強防風險能力的硬通貨，譬如實物黃金或無槓桿的優質資產。絕不要在時代的風口上產生錯覺，給自己加上巨大的生活消費槓桿和長期浮動債務槓桿，因為當潮水退去，債務是剛性的，而你的收入是脆弱的。最後，我們必須學會接受並擁抱一個優雅退場的時代。也喺我們身處的整個東亞社會，都正在不可逆轉地步日本當年那從物哀後的低欲望、老齡化與周期性通脹交織的複雜結構。在這樣的時代裡，當宏觀層面的高增長不復存在時，我們必須學會在微觀精細的垂直領域做到極致，收縮盲目擴張的戰線，降低不必要的虛榮消費慾望，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冷酷世界裡，用內心的極度清醒去構築屬於你個體的小規模的確定性與幸福感，不被宏大敘事綁架，不被消費主義洗腦。這才是我們對抗系統性風險、對抗這個冷酷世界最強大的終極武器。大國的博弈還在繼續，財富的洋流依然在劇烈激盪，直田和男的因病住院黨不住時代的急剎車。內田真一的生死豪賭也絕非這場風暴的終點。在這場亞洲財富的歷史大洗牌中，誰能笑到最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場時代的巨浪迎面襲過來的時候，你我能否成為那個看清了方向、沒有被海嘯吞噬的最後的清醒者？看懂世界局勢，讀懂財富流向。我們下期再見。